歡迎大家嚟到文進講呢啲講嗰啲，我呢個頻道咁啊，雖然話係説三道四啊，但係有時咧都係一啲忍唔住，因為寫咗幾十年影評啊，咁啊睇完啲戲好有感觸，覺得咧一定要係介紹俾大家啲朋友知道嘅。咁所以今日嘅話題係咩咧？今日嘅話題咧就係要講一部日本片，叫做《東京的士之回憶里程》。咁啊〜中意睇戲嘅朋友咧，肯定都知道呢部片就係由倍賞美津子同埋木村拓哉兩個人合演嘅。資深嘅日本影迷咧都知道佢就係山田洋次導演，佢拍咗個40-50部叫做人次郎啊，香港咧就叫做男人之父嗰個指定女主角。咁啊，而呢部《東京的士》咧，亦係山田洋次嘅最新一部作品。佢今年咧已經90幾歲㗎啦，90幾歲仲未退休啊！除咗美國嗰個奇連伊士活之外咧，相信佢都係即係電影界最老而彌堅嘅一位導演啦。因為似乎個狀態仲好好，仲可以繼續拍戲拍落去。咁呢套戲咧勾起我好多回憶，係因為睇嘅過程入邊咧，真係充滿畫面，都係過去啲30幾年嚟咧，點解自己會中意日本片咧？點解我睇完呢部戲係特登要喺説三道四嚟同大家分享咧？我喺度諗緊，我哋香港人咧，除咗荷里活片之外，港產片之外，其實最中意就係睇日本片㗎啦。今年咧，我其實睇咗2部戲係喺戲院睇嘅，一部咧就係國寶，一部咧就係呢一部《東京的士》。因為舒淇導演咧，舒生就打俾我，哇！我睇完呢部戲好正啊，你一定要睇。同埋咧，我驚佢好快落畫，因為始終咁文藝、咁冷門嘅戲咧，可能好多戲院咧就唔願意排。但係我就嗱嗱聲睇下嗰個票房榜喎，我而家習慣睇票房榜咧，就睇嗰個貓眼入邊有個全球票房，再撳落去香港嗰個咧，就原來呢幾日咧，呢套《東京的士》居然係排喺《尋秦記》啊嗰啲大片之後排第4位，即係都唔錯。咁啊，當然呢個唔錯咧，就係收到100-200萬已經唔錯啦。而家香港市道就係咁差啦。咁我喺度講點解我咁中意睇日本片咧？當1976年有呢個香港國際電影節嗱，今年50週年啦，個焦點影人咧就係阿賈樟柯啊。咁啊喺76年嘅時候咧，我啱啱就係即係中學畢業入浸會，咁嗰一年嘅復活節，我記得我係哇真係瘋狂地去大會堂咧睇國際電影節。國際電影之後咧，佢哋就辦咗一個日本電影節。咁由70年代尾開始，尤其是80年代初咧，每一年都有個片單好豐富嘅日本電影節。因為嗰陣時韓國片都仲未起飛啊，咁啊仲未有泰國片啦，台灣片咧就唔會特登同台灣片做一個電影節噶嘛，因為都隨時喺院線放映啊嘛。就係嗰陣時咧就浸淫咗對於日本片嘅着迷。咁其實山田洋次咧就唔係我嗰杯茶，大家都知道我啲風格啦，係嘛？邊幾個導演我最中意嘅咧？一個導演叫做深作欣二，因為第一次喺大會堂啊，我睇柳生一族之陰謀，即係千葉真一有份做嘅嗰個幕府之間個武俠片，哇！真係無論橋同埋場面都中意到不得了。再跟住咧，我就喺啲戲院同埋喺啲錄影帶就發現咗有2個導演係我嘅摯愛，一個叫深作欣二，佢跟住拍咗一套叫《火宅之人》啊，咁就係水形拳同埋幾個美女。就包括咗我哋香港人最中意嘅松坂慶子，咁另外有原田美之子都又索又正嘅喎。咁呢個深作欣二後尾仲拍咗一個應該係鬼龍院花子之生涯啊，我亦係好中意嘅。另外一個我中意嘅導演咧就係伍寫英雄，因為佢係拍黑幫片啊，嗰啲極道之妻子們啊一系列嘅。咁喺嗰個80年代初嘅日本電影咧，應該係佢哋隨住即係經濟起飛咧，係最興旺嘅時候，佢嗰啲電影嘅種類咧真係豐富啊！譬如另外有一套咧係講呢個
茄喱啡演員嘅，即係呢條好長嘅樓梯碌落嚟，又係我睇到印象難忘咧，係影響咗我嘅創作生涯。咁啊，山田洋次唔係我嗰杯茶，因為佢係庶民喜劇。咁嗰個厄美清個男主角即係飾演仁次郎呢個咧，就成個蒙眼譚炳文咁樣。咁但係人哋真係拍咗幾十部喎，咁係早10年8年咧過咗身，但山田洋次仍然係孜孜不倦咁樣拍戲。咁啊，賠償美津子咧就係嗰一期吉永小百合啊、田中裕子啊，即係嗰一紮女星。咁賠償美津子咧就係唔需要為藝術犧牲而裸露嘅少有嘅一線女演員。咁啊，就算山口百惠啱啱出道嘅時候咧，都有啲性感嘅，即係喺山田洋次入邊咧係做一個正直純良質樸嘅女明星。佢最有名嘅戲咧，亦係我中意嘅，係同高倉健合作嘅《遠山的呼喚》同埋《幸福黃手絹》。我諗即係我哋呢種年紀嘅影迷咧，都一定記得㗎啦。咁啊，至於高倉健咧，當然我哋中國人咧就對佢呢個硬漢形象好深印象啦。咁啊，賠償美津子咧已經85歲啦。85歲之年咧，就俾94歲嘅山田洋次話：喂，我哋年紀都一大把啦，不如出嚟拍一部咧，係向我哋個年代致敬嘅一部片。呢部片咧就叫做《東京的士》。咁啊，揾咗當時得令最有影迷基礎嘅木村拓哉啦。一個的士司機有好多家庭嘅問題，個女交學費，個老婆又追交租。有一日接咗一單長途嘅車，係替工嚟嘅，就載一個老太太咧，就去到橫濱嘅一個養老院入邊。喺車上邊咧嘅老太太咧就話：你可唔可以喺東京市入邊兜下路啦？咁就睇呢部戲咧，我哋成日去東京啊嘛，所以會見到涉谷啊、秋葉原啊，或者接近台場啊。透過坐的士嗰個視覺咧，哇！我哋睇嘅時候，哇！東京塔啊，嗰啲地方我嚟過，全部停喺涉谷嗰個十字路口等紅綠燈前邊人來人往。咁其實兜呢個路咧，係回憶咗呢個老太婆嘅一生，佢點樣喺2次大戰未完啊？因為劇中呢個角色咧，就係仲有個初戀男朋友係韓國人，翻去咧北韓建設，咁結果就一去不返，就有咗佢嘅小朋友之後咧，就識咗另外一個男人白領，結果就俾佢家暴，對佢個仔咧就好唔好，甚至乎到最嬲尾咧，即係日本人先諗得到啊，揾啲熱油咧就淥咗去下邊條啫，咁啊，結果就上咗法庭。女權分子咧就覺得佢好英雄，因為你要知道喺60年代尾，日本嘅女性地位都好低啊嘛。咁啊，透過呢啲一連串嘅回憶咧，其實除咗地方，亦係同我哋回憶咗一次日本嘅近代歷史。因為呢個 pattern 咧，其實即係個車旅程上咧，2-3年前有一部叫做Drive the Car， 即係濱口龍介嘅戲，西城秀俊做嘅，都係咁樣嘅。不過嗰部就文藝好多，就唔係咁樣一個集體回憶懷舊嘅戲。咁其實我記得好似2-3年前都有一套係阿 Sean Penn 做嘅荷里活片咧，就係一路喺個的士入邊咧，就同個女乘客咧就係咁樣對白嘅。咁呢個咁嘅結構咧，其實係嚟自一部法國同比利時合作嘅外語片。呢部片咧就係應該係2-3年前嘅。其實係一個原著，嗰個原著咧就叫做《曼妙之旅》。咁我喺度諗緊，即係我創作出身，我哋可唔可以借用下喺香港咩環境？唔通揸車上大灣區咁即刻冇乜人啦，咁樣好啦。咁呢部戲咧，我係好擔心大家會 miss 咗啊！要知道咧，其實賠償千惠子有個妹叫做賠償美津子嘅。咁呢個賠償美津子咧，一套由我哋非常難忘嘅戲叫《楢山節考》，金村昌平導演嘅，同埋我要復仇都係賠償美津子做女主角，都係有好大膽嘅演出。呢個咧就係佢細幾年嘅細妹。呢兩姊妹咧都係日本喺70-80年代嗰啲日本電影作品咧，好重要嘅。咁啊，最後即係
力推呢一部戲，因為帶起好多回憶之外咧，我仲想，因為我睇到我一個老友啊，阿麗荷咧就去咗橫濱，佢咧就走去戲院睇咗呢部戲喎。咁佢咧喺 Facebook 發嘅一段文字咧，我覺得真係令到我哋加深對呢部戲嘅好感同埋好奇。咁佢最主要講嘅一樣嘢咧，就係日本片名唔係叫做東京的士，因為東京呢兩個漢字咧佢冇用到，佢係用 Tokyo 的士。咁阿麗荷咧俾咗一個好好嘅解釋，因為如果你去 Google 啊，即係一撳落去。東京的士咧就變咗係東京的士嗰間公司啊，咁所以阿山田洋次係為咗令人哋識別於，喂佢唔係拍緊東京的士嘅宣傳片，所以佢就用咗英文 Tokyo Taxi， 英文加片假名啦，係嘛？即係嗰啲日語就係，咁就令到啲影迷咧就有個區分，覺得係特別啲嘅。咁呢個咧就係即係阿麗荷係日本通咧，佢補充就我覺得好好嘅。咁佢另外一點咧，佢就話啊，佢啱啱喺橫濱出差，就同老婆大人一齊睇咗 Tokyo 的士。遠望戲院好奇特嘅建築，走近睇咧，更聞到一股濃烈嘅昭和氣味。昭和，我哋呢個即係成長嘅年代就昭和幾多年？昭和幾多年？咁啊應該要加25年啊！我記得，因為係應該1925年就昭和元年咁樣。好啦，咁啊呢個佢覺得真係時光倒流40年，彷彿坐咗時光機回到昭和嘅戲院，院中嘅梳化沉厚柔軟，陷在當中欣賞有點懷舊又有點療愈嘅電影，真係適合不過。11點半早場咧，觀眾唔多，大多數係老人家，感覺更有味道。成部戲淡淡然嘅，睇完之後就好似蒲咗一個不太熱嘅溫泉浴，體內有啲餘溫，叫人倍覺舒適。步出戲院，因為冬天啊嘛，一陣冷風吹來，亦叫人為之精神一振。呢啲就係阿麗荷睇 Tokyo 的士嘅感覺。我咧就去戲院睇完啦，香港啦，因為我哋啲導演會編劇會有啲睇戲唔使錢噶嘛，但我都好樂意俾錢嘅。嗰種即係畫面同埋嗰種感覺咧係久久揮之不去，所以呢兩日諗嚟諗去都係覺得係應該向大家大力推薦一部咁好嘅戲。當然國寶唔使我推薦啦，大家應該睇佢累積票房都已經成600-700萬㗎啦。咁但係 Tokyo 的士應該去大力支持嘅。咁亦勾起我對於睇日本片嗰種歷史。咁有機會咧，同大家再講下，除咗深作欣二啊、五社英雄，我最中意嘅一個日本導演啦，不過唔係名導演啊，叫做藤田敏白，因為佢拍一套戲叫《海燕之奇蹟》咧。我係偷咗橋擺喺《極速傳說》呢部戲入邊，我係好中意呢部戲嘅。咁啊，呢啲日本導演啲日本片嘅記憶仲有喎。其實我差啲改變我命運啊，因為曾經有個日本導演咧係揾我去 casting 去拍一部日本片，不過係中國人做主角嘅。不過我自問冇呢個演技，亦忙到不得了，所以錯咗呢個機會。有機會再講下呢一段好得意嘅，我同我哋嗰啲書信往還咧都仲留喺度嘅。咁呢一集到呢度，希望你聽到我嘅介紹，因為過幾日就係春節年初一，嗰啲戲院就冇再空間，有都係好少嘅場次去放呢一部好片嘅，大家千祈唔好錯過。好啦，咁啊繼續支持我呢個頻道，點讚、留言、訂閱、分享，喺度講拜拜。